来继续来看郭建明昨日喺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失言咯。郭建明讲，4月初3发生大地震，迄是天公伯啊有目睭，天公伯啊要救台湾的民主。这个郭建明已经是政坛老剑仙咯，哪会安尼讲话咧？果然，昨下晡就随开记者会来回释咧。今仔日郭建明就无过来现身啊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讲，刷落来，在野党一定会无限上纲，就是会就地发挥，把小事变做严重的恶行。国民党的总调鲍坤琪是点名，讲要甲郭建明来上纪律委员会。4月3号了，要验干的时候，但是老天有眼，发生大地震，我以为这是老天要救台湾的民主了。用天灾做政治攻防的语言，就算第一时间有会失礼，也过又无法度灭火。初六下晡，发现有几啊摆地动过灯光，鲍坤琪又完无放一线。柯建明、柯总召到底代表群体的意志所讲的真心话，还是赖总统你心里也是这么想？好，必须出来跟国人讲清楚、说明白。鲍坤琪完全无保留，针对郭建明，鲍坤琪要拼这个灾害建设条例，为285亿5000万扩编到400亿，甚至过灯港立法院会，佮拜审鲍坤琪带头提案的华东快顶建设草案要违法。